来看花莲有一栋超过40年的原住民公告会馆，已经趴远15栋啊，互审计部点名爱检讨。官府表示，这栋建筑物受到地动影响，已经列做危险建筑，决定要甲拆除。工程员开始进入这个趴远的所在，期望超过15栋的花莲县原住民公告会馆要拆掉了，因为安全问题，这几天已经在清空4块位。民众甲款啊，听讲拆掉了要去停车场，看法拢无同。太久啊，10几年啊，要20年啊啦，闲置担遮，唔知要安怎用。村讲的担遮文主管弄个摊位，让我们这个重庆市场有第二重庆市场，摆摊位租给我们这些原住民。花莲县原住民公告会馆伫1984年起诉，1990年陆续业兴起了，因为会馆设备伤旧，开始落册。2009年，县府和当地合约社团结束合作了，就远到大，互监察院审计部检讨。县府讲，几年介大地人互大楼变作危楼，整修费用伤过悬，所以才决定要甲拆掉。不管是它的结构安全鉴定也好，或者是它的修缮，有很多的方向，其实我们都有在做内部的评估跟规划，只是在考量经费还有后续的使用，所以我们在最后决定就是把这栋建筑物拆除。不过原本是提供原住民使用的所在，拆掉了，说要改做停车场，咁会影响到原住民的权益，引起关心。那我们希望他在做停车场使用的中间，赶快来做一个这个重新的规划，尤其是建物的规划，可能要另外再做一个讨论哈，包括它的使用的对象跟它使用的方式。县政府原民处讲，因为附近已经有一个原住民文创产业住路，所以才决定干那留一个据点。拆除工程预计伫11月中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